宗徒大事錄17章15至21節。來到雅典，送保祿的人領他一直到了雅典。他們領了保祿的命令，叫息拉和弟茂德趕快來到他那裏，以後就走了。保祿在雅典等候他們時，見城裏滿是偶像，心神很是悲憤，所以他就在會堂裏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，每天也在街市上同所遇到的人辯論。有幾個依迫浸魯派和斯多加派的哲士同他爭論，有的說，這個曉舌多言的人想說什麼？有的說，看來他是個外國鬼神的宣傳者，因為保祿宣講耶穌及復活的福音。他們遂帶保祿，領他到了阿勒約帕哥，說：我們可以知道你所講的這新道理是什麼嗎？我們聽見你說了一些新奇的事，所以我們想知道這到底有什麼意思。原來所有的雅典人和僑居那裏的外國人，不管其他的事，只是論談或探聽一些新奇的事。